2個鐘你去唔到桂林陽朔，但係2個鐘你可以去到清遠英德。而家嘅英德先係1年之中至好玩嘅時分，炎熱嘅天氣依然有溪水降溫，喺樹上浸溫泉，住森林木屋，係廣東獨一份嘅體驗。奔向廣東阿勒泰大草原，2日行程，大人細路都滿足嘅線路，繼續幫你挖掘英德小眾景點，記得收藏好，抽假用得上。嚟料啦！住宿方面，細個發夢都想住喺樹上面，之前就一直有留意呢個九州驛站樹上木屋度假酒店，今次終於帶埋屋企人過嚟玩，行去房間嘅路上就好似入咗森林咁。小孩姐超級興奮，呢度嘅每一種房型都係離地價高，非常有東南亞度假 feel。我哋訂咗一個擁有2房嘅帶埋私湯嘅洞穴主題房型，房間嘅細節每一處都令你有返璞歸山林嘅鬆弛感。小孩姐都話未見過咁特別嘅房間啊！如果係情侶過嚟住，佢呢一度仲有以百家姓命名嘅獨立樹屋；如果係家族聚會或者團建，咁就至啱呢種幾間圍埋一齊嘅組合樹屋啦。原本諗住喺自己嘅房間浸下私湯，個景已經夠晒靚，點知酒店嘅公共泡池全部都係做樹上嘅空間，又有私密性又過癮。溫泉水引用嘅係旁邊山上面流落嚟嘅北佬泉泉水，老人家聽到都話好意頭，要浸多2下先至走。關於行程，因為酒店就喺天門溝景區入邊，所以我哋就近行下山，一路上有9個站點，一路都係溪水同玻璃水潭，終點就係一條絕美瀑布。所以話廣州嘅好山好水喺清遠，清遠嘅好山好水喺英德，就係咁解啦。消耗完體力，然後地膽帶路，我哋揾咗一間好特別嘅私房菜，表面睇係便利店，實質內有乾坤，真係要本地人帶路先知嘅私房菜。老闆親自種親自捉，食材超級新鮮。嚟英德玩真係要試下呢啲鄉間鮮味。第2日我哋前往廣東阿勒泰之稱嘅即興里，無需門票，隨拍隨停，呢日就睇盡草原、湖泊、茶林、石山嘅地方，人少又靚景，隨時隨地拍出超放鬆大片。英德真係一個旅遊寶庫啊！既有新奇又少見嘅住宿體驗，又可以喺山野間放逐自由嘅靈魂，一定會列入你嘅旅行清單入邊。詳細行程同貼士後台 DD 就攞到啦。大灣區周末出行攻略，記得關注我啦！